如果你仲未攞到禮物，請你可以舉一舉手，等我哋嘅工作人員可以攞去俾你嘅。頭先大家聽到嗰首歌呢，個歌名叫《得救本乎恩》。呢首歌呢，其實係想表達呢，如果我哋要攞有人遞一樣嘢俾我哋呢，我哋都要伸手去接嘅。就好似嗰首歌咁樣，如果有一個救恩俾我哋都要去打開我哋嘅心呢嚟到接受。所以頭先呢，你哋攞禮物嘅時候，係咪大家都伸咗隻手出嚟攞禮物啊？呢個係好簡單嘅動作，但係出於我哋嘅真誠嘅。如果未有嘅呢，可以話俾舉一舉手話俾我哋嘅招待員，我哋就可以俾到嗰份禮物俾你㗎啦。係咪每一位都有禮物啦？好啦，咁我哋就介紹今日第一首嘅帶俾大家嘅歌呢，就係你哋成日都聽到嘅嗰種，而且好熟嘅添。咁我哋有請我哋個長者嘅粵曲班嘅同學為大家獻唱一首《鳳閣恩仇未了情》。請我哋嘅粵曲組嘅同學。可
長寸斷，無有數，新歌最夢閒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那間。又係我啊！咦？點解唔見咗我拍檔嘅？佢去咗邊度啊？哦，原來佢要去做元帥啊！佢做咩元帥啊？佢原來去為大家唱一首《敵清闖三關》嘅其中一段嘅小節，係由我哋嘅謝婉清同學唱嘅。請大家細心欣賞。幾河山，沙場比鐵眼，意域深宮偷自他，家國那日還，夜夢也不打到鄉關，結同詩情網陷，昔日寒風
啊，豈可一朝盡散又怕情侶困其男何堪長住溫柔鄉，但願跳出相思間。跟住落嚟，我哋仲有一首歌仲好聽喎，都係粵曲嚟嘅喎，叫做《對花鞋》。有請我哋嘅同學金敬堂同埋梁潔華。人來擺酒，花喜雜人來，香在花間外。是酒香還是係花艷，何以又難捨未全。秦家嫂嫂，常言獨飲不成歡，你何不過來與我一同把盞呢？咁多謝啦，大人。如果你唔嫌小婦人手粗嘅，不如我代你添下香啊，斟下酒啊，總好過一個人喺處飲悶酒啊，好嗎？好啊。大人啊，點解你出走馬上任唔帶埋啲家眷嘅？秦家嫂嫂，有家若無家，難說傷情話。
一支歌鈴曲山後，為城掛鎖。孤啊兒怎能堪看無溫暖？嚇！大人啊，乜你真係冇嘅咩？真係冇㗎。大人啊，一個人冇咗個老婆，好多嘢都唔方便㗎。點解你唔娶翻個人啫？秦家嫂嫂，你估我唔想咩？不過係有原因㗎。我要妻陳囑咐，佢臨死有遺言。咁佢講啲乜嘢啊？佢話若想續新緣，除非要閒針線。真係啱晒咯！盧家素來好真摯，正如刺繡線縫亂。哦，可惜啊！可惜乜嘢呢？秦家嫂嫂，我係有主嘅名花，不配與大人長相戀。咁又唔係咁講啦。所謂義求無家寶，難得有好嬋娟。你可有繡好嘅花鞋？大人啊，我同你講得好好地，你為咩笑咗花鞋嘅啫？哦，你話好針子啫，我點知真唔真㗎？你能否取來我見一見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咁你等一陣間啊嚇。大人啊，花鞋啊嗱。暗中向袖裏念，暗中向袖裏傳，花鞋分外嬌，一向無人見，月照花間共相見。咁熟嘅呢嚇，有緣遇見，似對翩亮相依。你一隻花鞋面，與我十足夠奇緣，願你衷心奉告不欺騙。你點得嚟㗎？是我親手縫做雙飛燕，已失了一邊。點解會喺佢度莫嘅呢？要捉野經搞套，遞向花底珍珠燕，新新舊舊兩未全。不差一點點小雨大，為何未有差一點？大抵前緣難避免，心境案件一旦是涉嫌，暗用情係騙。情揮飄戰紅杏葉。
身規僕意外遠，但願上蒼從人願，悄悄天眼總周全，莫過打草驚蛇，待我從書笑面。秦家嫂嫂，嚇！而家都好夜㗎啦，我同你兩人嘅事，聽日我自然有分數啦。嗱，而家你翻去早啲唞啦。大人啊，我瞓唔着啊！謝君對我愛復憐，繡花鞋牽紅線，小山雞得配鳳和鸞，一朝飛飛飛飛上枝頭，了卻我平生知大人啊，咁早唞咯噃。好聲行啊！紅菱敲破無頭安排鄉里，雪啊沉冤好，跟住落嚟呢首咧耳熟能詳嘅粵曲咧，中唔中意聽同埋識唱粵曲嘅人咧，都行街啊、坐低啊，都會哼翻幾句嘅喎。呢首歌咧就叫《帝女花之香腰》，有請我哋嘅謝婉清、葉麗紅姊妹。其書聲，明珠萬火映花黃，如此斷腸花燭兒，不須仕女伴身旁灑退。全心盼望能同合作，鴛鴦女相會傍，全台上再設新房，地府任司女在覓那平陽門巷。
花自金松種，花燭燃，難為駙馬飲悲傷。江山被災劫，感先帝恩千丈，與妻上相求民帝安。將柳陰當做芙蓉漿，明朝駙馬看新娘，夜半挑燈有心作窺狀。第個金杯萬煙輕上，像披上大淚放落婆華頭上。紅杯共到夜台上，駙馬家墳無收藏，相會傍，相知有樹，透露帝女香。帝女花，長伴有心郎，夫妻時去如樹也，同